跟你前后左右问候说，讲说耶稣爱你，来，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来，不必同来祷告，不必同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经过一个礼拜的忙碌，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教会。主，我们知道这礼拜可能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可能有弟兄姐妹有伤心难过的，主啊，你亲自来医治安慰。也可能有很开心的事情，也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来献上。现在恳求主你的灵降临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能听懂主你的话语，以至于去行。我们同心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台北目前在举办的4大运，老实说非常的感人，有看得起几手，有被感动到了几手，一定很气愤啊！台湾这么久这边闹什么政治什么政治讲什么什么这边攻击来攻击去所以每次只有体育的时候，我们当然心都连接在一起有狂叫的举几手。我们家的小朋友说，爸妈叫的最大声，真的，到底压力真的很大。来牧会压力很大，真的。我看到很感动一点，就是看到台湾新一代的年轻人就像我们刚刚你们就是你们新一代年轻人，他们非常的努力，在每一个项目发光发热。很多的竞赛的项目都突破以往我们很刻板的印象，好像我们台湾只会什么球类？我们台湾只会棒球，其他的都不会，顶多再靠个跆拳道。可是呢，我们现在有哪一些得名次？来，标枪，笑死人了！我们标枪怎么有可能会第1名？你是不是看错了？中情十四。还有我们田径那个是我们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阿美族的田径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那是外国人的活动，标枪也是外国人的活动，甚至还有什么？对，什么溜冰，好恐怖也有这个东西。我们上次有一次去，还记得我们去打球，去重庆国中名人打球的时候嘛，旁边就在比赛嘛，我那时候看不懂为什么这样。现在原来真的有那种比赛我们真的也很厉害，溜冰很厉害。我们还有举重，还有我们的篮球。我们篮球以前给人家感觉都是软趴趴的，软趴趴的。看琼斯杯，看的我们去现场看的琼斯杯，越看越气可是现在这次看这个篮球不一样，每个人都像那个黑皮博彦一样拼命三郎博彦在我们健全比赛篮球的时候，他真的是拼命三郎拼命三郎。我看每一个都是像他这么拼命，奋战不懈。每一个球员他们背后都有他们的故事，有的从小学5、6年级就开始，有的是爸爸妈妈是开卡车的，背后故事都有很心酸、很让人很感动。他们一直坚持，以至于他们发光发热。马丁路德金恩博士牧师，有人认识这个吧？在1963年，我很不能理解，在1963年，民国50几年的时候，在美国竟然对族群这么的不融洽。在1963年的时候，公车上有白人的时候，黑人就不可以上去。白人用过的东西，黑人用过的东西，白人是不碰的。可能像我们这样做礼拜，我们白人在做礼拜，黑人竟然请他出去。公车上也是一样，很不可思议的，大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大家知道台湾以前有很多的规定也是这样子以前的妇女要裹小脚，我阿嬷就是有裹小脚，大家知道吗？所以现在喜欢穿高跟鞋的女孩子如果你们现在都裹小脚怎么办？要不要？不错每个人走都是这样他讲了一句名言：“我有一个梦。”他希望有一天他可以看到
我觉得他从圣经引用，他可以希望看到黑人跟白人，白人跟有色人种，其实包含我们亚洲人。我们看到林书豪也被歧视啊，对不对？你打得再怎么好，你就是亚洲人啊。金恩博士他有一个梦，希望说他有一天可以看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做礼拜，公司可以坐在一起，可以一起吃饭。这个梦，他后来真的是达成了。可是这个达成是付上很大的代价，他牺牲他的生命。他死的时候只有39岁，39岁，因为他的牺牲带来了美国很大对人权的改革跟重视。那我们信仰团体有梦吗？常常听老一辈的长者说，他们如何在困苦的艰难的当中，然后就把教会盖起来了。对于建成教会，大家有没有梦？我想种植晚楼在美国，应该对建成教会是心跟他们连在一起。对建成教会一定有期待，有一个梦，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建成教不要因为曾经有的一些，就像今天的歌，完全，不要曾经有的一些的伤害，一些的谎言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有的人他的信仰就退后了，甚至离开教会。我们要敢做梦。以前在很久以前有的人可能还没出生，有一个总统市政，他那时候应该是选市长，他的口号叫做“有梦最美，希望相随”。没有梦想的团体，就好像活在旷野当中，是非常的可怜。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故事，就是在2600多年前，犹大国最后一个王叫耶西亚王，他从小就很喜欢做梦。喜欢做梦的人请举手。他都不敢做梦。我们家子爱现在生小五，他每一天晚上睡觉都希望爸爸给他祷告，让他做梦。梦什么？他梦到柯南，他梦到那个棒球大联盟里面的男主角茂野无郎，还要梦到雄介，一个跑步很厉害的甚至还要梦到谁？弹钢琴的，那个什么阿海，有一部专门在弹钢琴的《琴之声》他喜欢，所以我每次祷告都是跟他讲说主啊，你让他晚上可以梦到这个，然后隔天早上他很开心说我梦到柯南了，他很敢做梦希望我们要做梦。这个耶西亚王他8岁的时候，他就做了国王，因为他父亲就死，他就当国王了。那个时候的年代是离犹大国会被整个掳到巴比伦这个国家灭亡的国家，还剩下50年的时间。剩下50年能做什么？如果说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国家，东南亚的国家，突然这个国家暴动了，其实不是1天2天的事，已经是很久很久，就好像树根一样，很早就已经腐烂掉了，只是突然外面点个火，它就倒掉了。有一天我们台湾如果看到已经开始感觉到树根的那个，你就知道有一天我们台湾就要灭了。耶西亚接续他父亲跟他爷爷，他当王。他虽然年轻，但是他不想跟他爷爷、他爸爸走一样的路。他们爷爷、爸爸走什么路？他们拜偶像，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西亚知道那个是一条死路，他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从他的心里面发出来，他是定义要寻找耶和华上帝的梦。这是他列祖，他大卫，他祖先那时候做的梦。我们今天会看很多圣经，这样也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一下他的故事圣经34章一开始这样介绍，34章第1节，来，我们一起读来。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作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我们看耶西亚王跟我们可能有读的话，很多的王都不太一样。8岁就当国王，这位要担当国政的年轻人，16岁就开始寻找耶和华。我们这边有很多16岁就开始寻找耶和华。这次夏令营老师讲的非常的感动，这些孩子，他们也是定义在这么年轻，他们就要寻找耶和华。
他深知道只有耶和华可以改变他们国家混乱的现象，只有耶和华上帝可以让那个腐烂的树根可以重新来生长。他这样的确定，就是像我们目前我们在讲的韧性。感谢主，我们刚刚在礼拜前，我跟志梅传道，还有几个长老、立监长老，我们帮一个姐妹做决志。一个姐妹她常常来教会，可是她还有在拜拜，她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平安，两股力量在拉扯。她也很担心，我们就刚刚跟她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决志祷告就是我要信奉耶和华上帝，我要离弃之前所拜的偶像，我要丢弃，我要斩断。我记得我15年前受洗的时候，也在众人的面前，我们一家我们是一家，我姊妹传道还有子怡子群，我们是一家一起受洗。那时候子爱还没有出来。我们在耶和华上帝面前事业的时候，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要把耶和华上帝当作我们的上帝。我之前所信仰、我所拜的，不管是土地公，不管是一些的神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跟我完全没关系，我要跟他断绝往来。第一代的信徒其实都知道，这不是那么简单的过程。我们这边有一些慕道友，对不对？帅哥，打篮球的帅哥我们有一些慕道友我们慕道友，我们从那个以前的信仰，要到这个信仰，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尤其在我们台湾95%都是未信主的环境里面。当我们先要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要面对非常多的不方便。好一点是不方便可能公司在拜拜啦，你之前有拜为什么现在不跟着拜？来，好了又去了这个是还普通的，有的是来自于家人的断绝关系会有断绝关系像一些传道的爸爸妈妈，他们不敢到礼拜堂，他们很尽情的侍奉他们的神。在另外一面来看，他们是很尽情的侍奉我们信主之后，他只敢跟我们有时邀请他去参加野外礼拜，野外礼拜在外面，要他来教会里面，他不敢，他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他不敢去。这样我们就知道，约西亚在那样当时的环境里面，他做这样的信仰告白是非常的勇敢。他大可以随波逐流他爸爸怎么做，他爷爷怎么做，他就跟着做就好了。兵灰一堆，反正国家烂没关系嘛，先享受再说，对不对？可是他不想这样子。耶西王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话跟他讲：你要去改变环境。所以想想我的信仰告白是在33岁，耶西亚王是在16岁。还记得你是什么时候跟上帝立约？你要成为他的儿女。我不晓得你还记得吗？我们这边有一个最认真的，他又记得。又好。你几岁跟上帝立约？24岁。佑豪的故事也是非常感人的，也是类似这样子切割然后整个人大翻转以后我们可以请他来做见证圣经接着说，到了下一页，我们一起来读来。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力的坛，砍断坛上高高的月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的人上。这段话在说，他不只有确认，他也有决心，他带领的百姓去改革。那个年代是整个很多地方都是偶像，其实我们台湾民间也是这样可是我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个漏洞：众人在他的面前，也就是说，如果众人没在如果他不在的话，别人就不砍断。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并不是那么愿意来改变。我们知道，一个信仰要改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在那个时候，迦南地区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拜巴力
神明是一个最流行的。用我们的话来讲，是当代的显学。你们知道当代的显学是什么吗？来到教会，啊不，以前那个子怡、子群他们年纪比较小的时候，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学钢琴的小孩子怎么样？不会变坏，真的不会变坏啊，真的不会变坏。我们知道习惯要改变，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百姓也是习惯跟改变不那么容易。写到这边，其实我就很沉重，就是一个王想改革，可是人民根本拖不动。所以我觉得耶西亚，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耶西亚他是真的是一个改革的，虽然是一个改革者，但是他也是一个很孤单的牧者。接下来我们来比较两个王，当他们在改革的时候，是碰到的情况比耶西亚好太多了。第一个王叫做，来下一张。第一个人叫耶沙法，来，我们一起来读来。耶沙法惧怕，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在全犹大宣告禁食。于是犹大聚集，求耶和华帮助，甚至他们从犹大各城前来寻求耶和华。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孩童、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我们看到耶沙法在改革的时候，有4个先知帮他。百姓也常常围在他上面祈祷，来跟随他。我们再看下一个王，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王，叫西西家王。来，请。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就到犹大城镇，打碎柱像，砍断亚舍拉，又在犹大、便雅悯、以法莲、马拿西遍地把丘坛和祭坛完全拆毁。于是以色列众人各回各城，各归自己产业的地方去了。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先知，叫什么名字？以赛亚先知帮他。然后也看到很多的百姓是主动为王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3个王一比较之后，我们知道耶西亚王他真的是很孤军奋斗，就像我们台湾的体育一样，直到得名之后才变什么？哪4个字？台湾之光。还没得名的时候，根本没有政委不去重视他。当牧者往正确的路来努力，可是羊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就是不是爱跟随。当耶西亚想往前的时候，他们的羊都想往旁边去走，但是他们都不知道，好走的路其实是一条没有盼望的路。难道在这样的混乱的环境当中，耶西亚王要做一个梦不这么困难吗？真的很困难。有时候觉得做一个梦，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为什么大家刚做梦的人好少？会不会觉得是现在做梦没有用？年轻人觉得是吧，20几K、30K，反正好处都被你们上一辈都吃掉了，所以不敢再做梦。我们信仰群体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的信仰要一直坚持，要传承，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教会才有这样的流传的话，这要用台语念比较很传神啊，叫做一代亲一代明，听过这个吗？就是第1代信仰的人很热很火热，2代还不错，可是到第3代传承到第3代就不行了。可是我觉得要打破这个，黑比你是第几代基督徒？数不清哎，蛮多代。可是我看到你们堂兄弟姐妹，你看一起在服侍，很感动啊。也有人说，教会其实就是社会的缩影，常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会因为人事物的缘故，让我们无法坚持起初的那个火热的心跟对信仰，以至于对信仰会有失望，甚至就离开教会。当教会没有成为教会，当教会成为社会，当教会成为俱乐部，只是来交朋友的，当教会被世俗化，教会就渐渐失去了影响力，以至于弟兄姐妹没有得到好的教导。你们知道吗？如果一个羊，如果没有牧者好好的看顾的话，很容易被狼把它吃掉。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那我们就成为一个可怜的教会。
可怜的弟兄姐妹，我们建成教会可怜吗？我不知道啊。耶西亚王深深感受到上帝的百姓，他们这个信仰群体不应该是这样子。信仰群体这样子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他坚持到底，他要继续做这个梦。如同我一开始所说的，4大运的选手们，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其实都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想到有一天可以上到比赛的舞台，我看他们就有坚持的力量。昨天那个标枪真的很感动，标出去还可以摔倒，而且我们标枪不是一个人不小心得到金牌哦，另外一个是铜牌的，真的很感人。接下来还有一段经文，我们再来看《历代志》34章第8节说：耶西亚王18年，这地和殿洁净了以后，他就派人去修理耶和华上帝的殿。这时候耶西亚王已经26岁了，他坚持的改革，他从16岁一直改革到现在已经26岁了。虽然支持他的人不多，但是他觉得这个改革的路是对的，他就坚持走下去。他把耶路撒冷的偶像都除掉之后，他就来整理圣殿。新圣经这样想的。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7章7到8节说：来，请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找到；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当圣殿在整理的时候，大祭司发现了一个律法书。这个律法书是上帝借着摩西所写的律法书。圣经中记载，当王听见律法书的内容之后，他就撕裂了衣服。请问有人有撕裂衣服的经验吗？有没有？有啦，可能男生喜欢穿比较紧身的，然后砰爆掉。有没有？我们这边比较没有那个哈。以前我有一个同事每天上班都应该去健身房，然后晚餐不吃，然后吃高蛋白，然后整个人很恐怖，那常常就是有一次不小心，嘣，整个衣服就爆裂了，但是就很洋洋得意，洋洋得意。那圣经这个衣服不是撕裂衣服是很大众，在旧约是一种悔改、惊慌、失望、无助，甚至是非常的生气。这时耶西亚王的心里已经非常的激动，他已经很五味杂陈。撕裂衣服代表是一种悔改。常常我在想，有什么阻挡我们没办法像耶西亚王一样，听见上帝的话，我们就将我们的衣服撕裂掉。当我们没办法再把我们真正的心完全交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将我们的心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教会？上帝说我们要谦卑悔改，撕裂我的衣服，向他哭泣，他就应允我们。应允什么？应允我们在罪过里面，我们会得饶恕，这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如果常常，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要害怕，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悔改。离弃上帝的现象场是真的很凄惨，常常很多弟兄姐妹把心包得紧紧的，然后一直觉得是别人不对，别人伤害他，为什么教会不改变？为什么教会还是这样子？他把自己的心包得满满的。耶西亚王有盼望，坚持的走下去。所以历代志上面有一段列王纪下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下23章25节，来，我们一起来。在耶西亚王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的王像他一样。没有王像他一样，在历代志上，整个王没有王像他一样。耶西亚王他的梦想达成，就像国际那个金牌一样，标金牌，他得到金牌。或者是田径100公尺，他得金牌，他一切的努力，他一切流的汗水，他流的眼泪，当人家在玩的时候，
他在练习。你们知道那个鞍马，跳那个鞍马对不对？那个也得冠军。你们知道他从几岁开始练吗？5、6岁就开始一直练习，好好练习。他为了他的梦想，这是上帝给耶西亚王最大的报赏。耶西亚王得了冠军。耶西亚王的经历成为我们教会很大的盼望。耶西亚王盼望以色列这个信仰团体可以合回成上帝心意的国家。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努力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成为教会。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耶西亚王走的路可以当作我们的警戒。当我们在世间这个花花的世界里面，常常迷失了我们自己。当我们的信仰偏掉的时候，我们要想象耶西亚王，他坚持到底，一辈子在奔跑上帝的路，我们就可以再回来。耶西亚王他一辈子在寻找的律法书，其实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现在的圣经。在这2000年的历史当中，在圣灵的启示、众圣徒的忠心牺牲，我们手头上每人都有一本圣经。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来下一个。来，我们一起来大喊手来，一起读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教会要成为教会，绝对不是到世间去找一些的 SOP、一些企业的经营的方式来治理教会。教会建成教会要复兴，也绝对不是去看到某间教会，他们用韩国的、用新加坡的方式，我们把它 copy 过来用，不是的。我们只有回到最信仰的最核心，回到信仰最核心是什么？回到信仰最源头。就像你车子坏了，你可能回到原厂去保养是最安稳的。我们只有用上帝的话重新来调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才有可能起死回生。我们用上帝的话来治理我们建成教会，我们建成教会才有可能起死回生。可是有人会问我说：“传道我跌倒啊，我也不是不悔改啊，可是我就是没办法改变。那个弟兄、那个姐妹，我就是爱不下去，有没有？那个同事，我就没办法饶恕他。”在圣经里面听佑豪也很多见证，非常棒。他用很正面去看待他们的同事。我也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没办法，所以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他将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宝血。今天不管你是来教会多久，你是今天第一天来的慕道，你可能觉得你的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但是你要相信，今天耶稣的宝血要帮你洗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将我们在建成教会弟兄姐妹那些好像很高高的墙，那些墙的谎言，那些欺骗，已经把它打碎。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爱里面，我们是可以彼此相爱的。如果人这样说，我还是恨那个人，其实那个是谎言，那个是来自恶者的谎言。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勇敢的来做梦。我一开始讲到的那个马丁路德金恩牧师在演讲中，他说什么？我有一个梦。我希望今天大家听完讲到之后，回去更敢做梦。他当初梦什么？还记得吗？没有人走了婚嘛？可是你们知道吗？美国超越了金恩博士那个梦，其实超过他所想的。美国在2008年选出了一个当初他们最讨厌的黑人当他们的总统，他名字叫什么？奥巴马。我想金恩博士那时候他死了，他一定没有想到，他今天他做的这个梦，竟然可以成就奥巴马，一个很棒的一个总统。不知道大家对我们建成教会有没有什么梦想？传道对我们建成教会有很大的盼望。我希望我们建成教会成为彼此相爱的教会。
怎么没人阿门？很难吗？哦，如果觉得可以就阿门一下好不好？哈，我希望我们建成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不要羡慕外，好像人家外很复兴，人家是付上祷告的代价。你知道人家几点起来祷告吗？清晨起来就祷告了。我盼望我们这样建成教会成一个爱读圣经的教会。好小声啊！我希望我们建成教会成一个宣教的教会。我希望我们建成教会可以成为一个社区帮助者的教会。我们现在就在做了，我们建成就有在做这个啊。我希望我们建成教会成为一个有历史传承的一个教会。我希望你们的子子孙孙，我们跟子子孙孙可以一直在这边做礼拜。所以我希望我们建成教会成为一个上帝的教会，而不是成为你的教会，成为我的教会。传道绝对不是在这边呼口号动算绝对不是在呼口号。在我们建成教会的历史简介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在60周年庆的时候有一本，他这么写的：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好沉重黄六点牧师见及建成区人口稠密，邀集几位信徒，商界赤峰街一个叫做协进幼稚园，他们在1949年6月24日开始聚会。在68年前，建成教会是看不到，什么都没有。但是在68年前，黄六点牧师跟一些信徒，我不晓得有没有你的爷爷奶奶在当中，他们领受上帝计划，上帝的邀请，他们计划的梦。因为有这个梦，才有我们现成的教会。我相信黄六点牧师跟我们很多的前辈，他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们所看到的意象，一定不只是这样子。他们所看到的建成教会，就是一个又大又美、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你对现在这样的教会满意吗？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看到更大的意象，以至于他们愿用一生来跟随耶稣，来建造教会。我们现在坐在这边，冷气吹得很舒服，他们那时候很辛苦。我有看这个历史，他们借幼稚园完之后，人家要回去，又到借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最后租一个地方，然后再买一个地方，然后去借钱。我礼拜四在社经分享过，我们在神学院有一个外国宣教师，他叫做马伊汉牧师。有一天我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说，但是他20年前的时候，他刚来台湾的时候，他去原住民住一个长老家里面，他看到长老的家里面，他吓一跳，应该有点叫家徒四壁的感觉。他就问那个长老：“你们台湾人都是这么辛苦吗？”那什么就是跟他问。他说：“因为牧师，因为我们教会现在在盖礼拜堂，所以我们家把东西都奉献出去。我们以前的信仰前辈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各位弟兄姐妹，教会绝对不是一间建筑物。建成教会这个建筑物，只不过是方便于我们大家来这边聚会的一个地方。教会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集合体，是我们每一个属主的生命可以像树枝连接在葡萄树。当我们每一次投入敬拜，当我们弟兄姐妹互相的关怀，当我们在营会互相的服侍，甚至我们在对外社区的参与，我们的信仰生命才可以跟葡萄树一样渐渐的长大，以至于可以结实满满。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盼望，也是希望你的信仰的生命，在你有生之年里面，你的信仰可以如葡萄树一样长大，又结实满满。我们同心来祷告。现在天父帮助我们常常在你里面得到安息的力量，好像我们在跌倒、失望、被误会、无依无靠的时候，甚至我们伤心流泪，碰到许多的困苦艰难的挑战的时候，都能够学习耶西亚王一辈子跟随你的脚步，勇敢做梦，
我们这个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爱我愿意》。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爱，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我们一起来站立来唱这首歌《爱我愿意》。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跟主讲，我愿意降服。耶稣，我们感谢你，相信你已经在天上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
弟兄姊妹请坐。